头先就咧看到吼，伫历史当中，除体产业基来发展以外，有当多研究有加上因，佢个名啊，肯系留到历史当中，本地啊下个人肯系记得。对记得嘅看世界方式，安尼嘛做得强下来见证了个时代。了下本台只强下来认识那个当重要嘅人是系差夫强阿四，强下来看了。見應用眼都明下來，冇要緊啊，該係政府嘅事情。回頭看台灣茶產業嘅歷史，姜亞新當年掀起嘅一陣茶府旋風，被創造為茶金時代。姜亞新係釀嘅一個人物，佢喺歷史上扮演釀嘅角色。佢有乜嘅材料來創造安尼嘅光景？姜是按出名、按有影響力嘅人，啲烏卡人看來又係釀嘅性格嘅人咯。值得人繼續詳細來了解。姜亞新一個人，我順便介紹下嚇，佢身份啊。佢喺江湖嘅輩分係樣辦啊！你講台灣現人講，呀江湖嘅開發北部係江秀蘭一路開下來，江秀蘭來按照江天邦，江天邦來按江榮華，江榮華將兩個來啊，他係來按照江秀安18歲嘅過程。烏卡人可以偷襲本樣不易，冇高順啲人偷襲本樣不易，不過買拉也不易傳。聽咗拉按照江秦香7歲有高順的，要買一隻拉也不給江秦香傳，按照江陽松。啊，買聽一隻拉啊，傳嘅江秀安啊，聽一隻拉就按照江清漢，烏卡人聽石啦，聽石嘅時間都冇必出去啊！管你烏卡，管佢必是鴉片啊，鴉片啊，是鴉片。而家食咗鴉片冇用，就買一隻奶落來。江亞新嘅阿爸，用佢阿爸相襯，加咩相猜啊？買到江湖來，佢當然計相江嘛。因為烏卡當石啊，佢買落來當石。讀到大學3年生嗰時啊，去讀日本嘅明治大學，讀3年生，阿婆啊，叫你講批書啊，講暑假，阿婆唔盼得俾佢去讀書啊，叫啊，因為講好啦，我唔可以去讀嘅啦，就輟學在家，留到烏卡人做烏卡嘅事情，所以佢老強嘅。太房街傳下來啦，唔過佢嘅樣子啊，